好，同學，你想解方程 x 加2等於5，咁但係你乜嘢都唔識喎，咁其實呢，你可以代個答案入去試下嘅。咁譬如啦，呢一條數，我攞左邊 x 加2出嚟，左邊係 x 加2，咁我代第一個 A 呢個選擇落去，咁用翻上一課代入法，2加2等於4，左邊係4，右邊係5，所以唔一樣，所以答案 A 錯嘅。咁我哋呢試下選擇 B 啦。選擇 B， 我哋將3代入去，3加2等於5，左邊係5，右邊又係5，咁所以答案 B 正確。咁呢，我哋都代埋答案 C 落去啦。答案 C， 我哋代個6落去，計出嚟左邊等於8，右邊等於5，所以答案 C 都係錯嘅。咁我哋呢計完之後呢，原來可以用代入法知道今次正確嘅答案係 B 啦。